来看民生的消息，国内厝价是一直拢咧起，即马买厝变做是真困难的代志啊。根据这个调查，有超过33%的人虽然讲家己有厝，也毋过一个月就要纳3万外块的贷款，占平均薪水的70%。虽然讲这赖清德有推出新青安的政策来帮助少年人买厝，也毋过其实真侪人表示，这5档的宽限期若准过去，毋敢保证讲会当继续甲贷款甲纳好了。 特别30岁的范先生，毋若做外送员，平常时阁做电商，都是想要加赚淡薄仔钱。伊伫2年前以青年安心成家买厝优惠贷款，抵通两趟买厝。虽然利率干那1.175%，按过宽限期干那5年。若是过宽限期了后，本金加利息，互范先生讲，帮学贷款实在心大。 25000块，然后竟然是因为宽限期还勉强过得去，之后等宽限期过了之后，可能就是要再找一些比较更稳定收入的一些工作。因为现在物价通膨嘛，那再加上其实薪资的部分并不是这么的高，那所以变成是说我自己找到的方法，再多开网拍，然后去做更多的兼职。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，上班族买厝的状况有33.4%的上班族名下有厝，平均月薪是挖近4万5，不过每个月爱交的帮学贷款是32167块，占薪水的70%左右。平均会当负担的房贷年限是23年3，以房贷压力指数满10分来看，上班族房贷的压力指数是7.1分。 统计上班族无要买厝的原因，包括薪水无法度付贷款，也有欠无到期款，烦恼贷款影响生活，薪水对袂着帮学起价，也有人是无想要扛这个帮学贷款。虽然是新青安政策上路了后，申请件数为初期2000外件，增加到3.6万件，不过有厝的人嘛无想要一世人扛厝价。新青安它是可以贷款40年左右，然后呢可以提供1000万左右的贷款。上班族他们认为平均贷款年限23.3年是比较合理的，然后房屋总价在956万，他们是觉得可以接受的情况，但是对比现实，其实有一段蛮大的落差。人力银行建议，因为厝价一直真悬，想要买厝的人上好是每个月房贷支出，伊无超过一半，也是1/3，才袂变做9月付袂起，厝都无去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